哼着客家歌谣的同时，手上的画笔也在飞舞。谢孝德作画时就是这么随性自在，一面画一面唱歌，常常都是这么快乐。绑着一撮小马尾，今年已经60岁的谢孝德很前卫，画风很特别。他还在1983年时被列为英国世界名人之一。是画台湾的过去漂洋过海来的祖先，靠着双手开垦，后来赚了好多钱盖豪宅，现在留给后代来享受，怀念我们的开山鼻祖。抽象的意念透过画作传递。谢孝德的绘画天分虽说与生俱来，但努力才是他成功的关键。学校楼梯间辟一间一个榻榻米给我睡觉，装一个60足的灯泡给我念书。我去福利社帮忙打工，做一点事，然后给我一点颜料。这边啊，都是我储藏我的作品。这个小宝箱是装的所有都是非卖品，好的东西啊，尽量不当商品把它卖掉，保留在社会上，以后留起来流传后世。年前从故乡桃园新屋搬到苗栗汶水老街上，谢孝德喜欢这儿的朴实，爱这儿的风景。短短的一条街上就有3间工作室，最大的这一间还在猪肉摊楼上，摆满他呕心沥血的作品。这个水要刷湿了，从这里水刷到那边要跑回来，在那边画几笔以后，这快干了，水又要把它弄湿，整个晚上在这里操作。这一张画是1个晚上要完成的。为了作画，谢孝德可以不跟外界联系，但这个一定要有。听上一首又一首的客家歌谣，谢孝德创作灵感涌现。用笔触展现山水之美，也用心灵传递客家精神。绑着马尾的顽童，画下客家独特的底蕴，再乘着客家音符的翅膀，攀上英国名人之巅。这样的谢孝德，触动我的感动时刻。